再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顶个月去桃园实在大谈电厂，有台电的员工是表讲，高层为着要让院长会当看到所有机组拢会运转无注意到冷凝器的上限，互冷凝器扛袂牢爆破了。造成大潭1号机的机组故障无前过修理。也毋过，台电的董事长是背花，嘛强调讲，台电上重要的代志是稳定供电。行政院长杜英泰5月16日视察大潭电厂，有台电的员工表出来讲，高层若像是为着要互杜英泰见证机组规个放起来的情形，无注意到降温的装置袂堪力，致使温度超磅全呢裂开，大潭1号机组才会故障。所有的机组都必须按照安全规范来操作。对台电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成绩给长官看。台电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面对机组在除役，我们面对用电在增加，我们能够稳稳的供电给台湾这一个社会。根据台电员工表示，大潭1期燃气机组降温的装置用量，敢若会当互循环来运转，袂当咧经过气力机运转排放的热能。不过，因为1号机的蒸汽轮机已经损害，系统敢若会当靠气力机来发电，无法度排放蒸汽，全部的蒸汽敢若会当拢通去降温的装置。不过，降温装置气力机原底设计总输出量是100兆瓦，大潭电厂1期燃气机组的气力机一台上计限度运转是60兆瓦，3台召开是180兆瓦，超出原底设计的100兆瓦。员工之余调度的政策错误，才会致使故障。它本身就是会在一个高温、高压、高湿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操作，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针对于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耐受性其实应该都是通过检验的，固定周期，按照法规去检查它的使用状况，符合规格内的使用，就不会有这种包含什么过载啊、老化。新的电厂即使完工，但也没有气可以用，所以非常容量力的问题这缺电的问题是蛮严重。台电表示会赶紧甲大潭电厂1号机修复，不过和平1号机、2号机顶个月底跳机，嘛引起国内学者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表示稳定供电给社会是因第一要紧的工作。公司新闻台北报道。